再世紅梅記個男主角阿裴宇係咪渣呢？見仁見智啦，眾說紛紜。如果一個男人喺自己嘅心上人死咗之後，去揾下一任，係揾翻同自己個死鬼心上人，不論係老婆或者女朋友啦嚇，一樣樣嘅女人，咁到底佢係咪真係好長情呢？其實好似裴宇呢一種男主角啊，唔係淨係做大戲至有嘅喎，好似女作家瓊瑤嗰本《情深深雨濛濛》裏面，阿依萍個老豆陸振華呢，咪又係成世喺度揾緊佢嗰個娶唔到嘅心上人平平一樣樣嘅人。佢呢比較特別，無論係眼鼻哥嘴唇眉或者面型似平平嘅，佢都會要，所以娶下娶咗9個女人，但係佢冇一個中意嘅喎。仲有嗰個女作家劉蓮子嗰本《後宮甄嬛傳》，嗰個皇帝咪又係成世喺度揾同純元皇后一樣樣嘅女人。但係如果嗰個皇帝娶到純元皇后，純元皇后唔係早死，又或者陸振華娶到平平，又係咪真係好幸福呢？冇人知嘅喎。講到渣男，其實如果唔計裴宇大戲裏邊有冇其他渣男呢？有，好似十郎咁如果唐滌生唔係改咗個古仔十郎咪又係渣男你？仲有就算唔係唐滌生嘅古仔呢，都有渣男嘅喎。邊個鳳閣恩仇未了情嗰個耶律君雄咯。喺送別嗰一幕，即係一葉輕舟去嗰幕呢，佢明明就同郡主有一夕情噶嘛，郡主都開到口話不如叫佢興王，就係揸主意，佢兩個拉埋天窗啦。但係耶律君雄就話自己係金邦萬將，配唔起漢人郡主，叫佢去翻到去中原地區就嫁第二個。咁唔單止係渣，而且仲成頂綠帽想笠落唔知邊個度，想人同佢養埋便宜仔女添除咗渣之外，仲係衰如果佢揾唔翻紅蓮郡主呢，呢個男人真係唔要得噶咯〜